兄弟姊妹大平安，今仔日是2025年4月初9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0篇，哈巴谷书第3章第2节到15节，路加福音18章31节到34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甲分享的主题是敬畏。比较较保守的基督徒兄弟，对伫敬畏的这个位置真有意见啦吼。其实牧师真同意因的看法，因为基督徒的信仰所带来是平安、祝福、喜乐，毋是咧互人因为惊吓才来的信仰。是啦，因为基督的信仰毋是亲像民间宗教共款，互人安尼心会着惊来烧香来敬拜。但是咱换一个角度来讲，如果有人连上帝拢毋惊，这种的人敢有可能去谦卑顺服上帝吗？尊敬畏上帝的心是一种态度，并毋是因为上帝要互人心内底惊吓，这是完全无同款的意义吼。哈巴谷书第3章第2节到15节，先知安尼讲。上主啊，我听到你的名声，甲你所做就惊吓。上主啊，求你伫阮的世代，互阮去看见你伟大的作为。伫你大受气的时阵，你会记得人民愿。上帝对提曼来，神圣的上帝对巴兰山落来，伊会阳光探满天。称赞伊的声全充满全地，伊的灿烂亲像日光，伊的手掌握气力，对遐射出死力。瘟疫行伫伊的头前，热病对伊的后面。伊伫大地就震动，伊一个看，热邦就皮出。万年的大山放落来，千古的小山沉落去，上帝所行所做永远无改变。我看到高山的布片受拆毁，美丽人住的所在受毁坏。上主啊，你骑马坐得胜的战车来，检视对溪发受气，对江河起胜地，对海洋发大受气。你的江拢行出来。钱嘛已经安好势，你的江河分开大地，山岭看到你拢惊吓，大水冲过，深烟出大声，大影冲悬，你的钱射出光，你的枪炎死，日甲月线停伫原位，你发受气遍行全地，你大受气吞大列国。你出来要解救你的子民，拯救你选立的王。你拆毁歹人的厝顶，拆甲连地基拢陷落。你用枪插烫因的战士的头，因来亲像暴风甲我吹走。因爱伫暗中吞食困苦人。你骑马冲过大海，互海水加滚。压应人，因为上帝的作为，因为上帝捌为着以色列人征战，因为安尼就对上帝存着敬畏的心，因为安尼就更较谦卑，更较愿意学习来遵行上帝，听上帝的话。讲到听着上帝的话，这并不是一个真简单的事啦吼。咱知影摩西拢是上帝这个忠心的仆人，但是上老尾伊却因为无听上帝的旨意来得罪上帝。耶稣基督的12个门徒对着伊足3年的时间，都拢听无因的老师的话。今仔日的经文路加福音18章31节到34节，甲咱讲耶稣基督有言家己的受难。但是门徒却是完全袂当明白，
圣经讲，耶稣带12个使徒去边啊，甲因讲：当咱要上耶路撒冷，先知所记载关系人子的一切拢会应验。伊会受出卖予外邦人，因甲伊彼人侮辱、背烂，因会用鞭甲伊拍，甲伊害死。第3日，伊会复活。毋过，使徒对这个代志拢无了解，这个话的意思有对因看待，因毋知耶稣在讲什么。是啦，咱必须爱对上帝存着敬畏的心，着谦卑顺服，甲主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，学习听主的声音，来试看明白上帝的旨意。这才是基督徒信仰生命的品格。诗篇20篇，愿上主伫患难的日应答你，愿雅各的上帝甲你藏其悬的所在伫保护你，愿伊对圣所帮助你，对锡安扶持你，愿伊会记得你一切的所做，接纳你的烧化者，愿伊照你的心所爱来赐福予你，成全你一切的计划。愿要因为你会得胜唱歌，愿要奉上帝的名庆祝你的胜利。愿上主成全你一切的祈求。但我知上主会救伊选立的王，会对伊圣的天应答王，用伊正手的气力，予伊大胜利。有人挖靠车，有人挖靠马，毋过阮只有夸口上主，阮上帝的名。因会太师倒落去，阮会太赢徛在在。上主啊，求你互阮的王的胜利。阮求救的时，求你应答。求主赐予阮一粒敬畏谦卑的心，学习顺服上帝，学习听探主的声音，来明白主的旨意，来跟在主的脚迹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